栋老饭店拆掉电器，害厝边啊险险去伸到拳头皮，因为规厝拆了了后，拢为隔壁厝边的厝。配合这间30年历史的饭店，因为伤过旧，无啥生意，决定要卖给另外一间饭店集团。要拆掉电器，初时下晡当咧拆的时，规个乒乒叫、恁拢叫，刷落来几间饭店90度起一边，规个摊起。隔壁透天厝的厝尾顶，互伊弄一个破空，算算的搁毋若一空破几落空。该在迄当时厝主无伫咧厝尾顶，啊若无恐惊去拖走卖鸭卵。砰一声真大的声响刷落来，土沙粉都飞甲四界拢是，一时间规条路拢阴蓬蓬。这栋伫咧平湖的饭店，总共7层楼。4号下晡来咧做拆除的工程的时阵，规栋饭店90度斜起，卡着隔壁栋的透天厝。不要下去，不要有那个锵锵锵的声音，才不会上楼下会看见。厝主行一个，行去咧楼顶，四界拢会当看到弯角的钢筋，厝内亲像是互人炸过，乱糟糟，规支楼梯拢是石头角，真无简单，行到3楼。还是3楼，3楼，裂掉的墙壁。就连便所的壁嘛卡出一个大坑，马桶嘛已经逼开啊，规个画面看到是足惊人的。结果他要敲一下之后，就整个临时就倒下来。就今天出来啊！伊就今天当时咧做拆除工程的怪手司机，行一个起卡就走。其实按照原本的拆除计划，饭店应该爱由东往西来倒去，但倒去的位偏对北边去，才会卡着伫咧北边的透天厝的楼尾顶甲2楼。好佳在当时厝主无伫咧楼顶，才无人受伤。这栋捌陪平湖人行过30年的饭店，完工的时阵，阁是平湖头一间有游泳池的传统饭店。如今因为又阁老又阁旧啊，无啥物人来哩住，才会来拆掉电器。无想到拆掉的过程出这种的状况，饭店的业者嘛表示会负起赔偿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